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1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0篇第6节到17节，以赛亚书48章12节到21节，马太福音第9章14节到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禁食。上帝应许保守他所呼召、所拣选的人民。上帝他有自己的计划，并且上帝拣选人不仅仅限于犹太人。以赛亚书48章12节到21节，先知这样子说道：雅各啊，听我说吧，我所呼召的以色列人啊，听吧，我是上帝，是开始，是终末。我是唯一的上帝，我亲手立了地的根基，我用右手张开了天幕，我召集天和地，天和地立刻站在我面前，你们都集合听我来讲话。没有任何神明曾预言我选立的人要来攻击巴比伦，他要照我的旨意做事，是我对他说话，呼召他，我带他出来，使他兴盛，到我面前来，是听我说话。我从一开始就公开对你们说话，而且使我的话句句实现。现在至高的上主已经给我力量，差遣了我。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就说你的上主这样说：我是上帝你的上主，为了你的益处，我教导你，我指示你该走的道路。我多么希望你听我的命令！如果你听我的命令，平安就会像河水滔滔不绝，公义就像浪涛滚滚而来。你的子孙会像沙粒那样多，我永不让他们被消灭。从巴比伦逃出来吧，自由的离开吧，大声报道这好消息，到天涯海角去传扬。上主已经救赎了他的仆人以色列。上主领他的子民走过沙漠的时候，他们并不干渴。他使磐石流出水来，他击打磐石，泉水源源涌出。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必须遵行上帝的旨意，这样才能得到兴盛。因为就如同先知以赛亚所说，上帝教导我们是为了我们该走的路，为了我们的益处，是为了救赎我们。因此，基督徒与上帝有合一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都知道，犹太人透过种种的礼仪来敬拜上帝，来试图与上帝亲近，如同禁食一样。但是可惜的是，犹太人将禁食变成一个死守的文化礼仪，失去了敬虔的心，失去了与上帝建立良好关系的功能。马太福音第9章14节到17节这样说道：有一次，施洗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，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，你的门徒却不禁食，为什么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新郎还在婚宴的时候，贺喜的客人会悲伤吗？当然不会。可是日子到了，新郎要从他们当中被带走，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。没有人拿新的布补救去衣服，因为新的补丁会扯破那旧的衣服，使裂痕更大。也没有人拿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
这样的话皮带会长破，酒会落，连皮带也会损坏。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，那么两样都保全了。是的，基督徒对于禁食必须要虔诚的心志，要有全新的认识，要有好的生命来与上帝建立良好的关系，能够得到新的生命，得到主的救赎。求主帮助我们。诗篇40篇第6节到17节，你不要牲畜，也不要供物，你不要烧化祭和赎罪祭，你却赐给我聆听的耳朵，使我能够回答说，我在这里。求你指示我，都记在法律书上了。我的上帝啊，我多么的乐意遵行你的旨意，我把你的教训谨记在心里。上主，在你的子民的聚会中，我宣扬你拯救的佳音。你知道我要不断的传扬，我不曾把你的拯救信息据为己有，却常常宣读你的信实和帮助。在你子民的盛大聚会中，我没有隐藏自己的你的信实和慈爱。上主啊，我知道你永不收回你对我的慈爱，你的信实和你不变的爱始终的支持我。我被数不清的灾难围困着我，我的罪过追上了我，叫我抬不起头来，罪过比我的头发还要多，我已丧尽了勇气。上主啊，求你救我，求你快来帮助我，愿要杀我的人都失败狼狈，愿对我幸灾乐祸的人失望蒙羞，愿嘲笑我的人都惊惶败退，愿所有的人到你的面前来都欢欣快乐，愿所有的爱慕你的拯救你的人不断的说，上主多么伟大，我软弱无助，但主啊，你仍然顾念我，你是我的帮助，我的拯救者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。感谢上帝呼召我们，拣选我们领受救恩，并且差遣我们成为主的仆人。求主帮助我们透过每次的守节，特别在禁食当中，能够诚心实意的敬拜主，与主建立良好的关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